主后2022年12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患难中的仰望。圣经诗篇120篇到121篇。我伫危急的时求叫上主，伊有应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救我，通脱离讲白贼甲诡诈的人。诡诈的人啊，上帝会安怎对待你？伊会安怎甲你刑罚？伊会用勇士斩的箭，用炎热的炭刑罚你。我脚脚伫米色，住伫基达人的布边，真惨。我甲夜幕和平的人做伙徛起伤久。我爱和平，我一个讲出喙，因就看要战争。我举头看山，我的帮助对倒位来？我的帮助对上主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主。伊袂互你跋倒，你的保护者袂拄眠。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，嘛袂困去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身边做掩护，在保护你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暝时月嘛袂害你。上主会保护你脱离逐款灾难，伊会保护你的性命。日出日入，上主会保护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以上。伫患难中的仰望，照犹太律法的规定，以色列所有查甫人爱1年3摆到上主所选定的场所敬拜伊，就是除酵节、含解半过节、7守圣节、大料仔节。诗篇120篇到134篇，是人到耶路撒冷过节，伫路上所唱朝圣之歌。这个朝圣之歌，教立出人前往锡安敬拜上帝的情形。这个朝圣之歌也描画人的生命途上。当人朝往耶路撒冷前行，总有无同的难处，经历旅途艰难，团体气氛不对，甚至看袂到目标，失去信心等等。这个朝圣之歌，通讲是每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心路历程，刻画出生命的血泪。诗篇120篇到121篇，描写朝圣者的旅程，对伫旷野进入圣殿，伊所拄到的，并毋是圣洁的信仰团体，是充满白贼的喙唇和诡诈的指。遐人的话语，若亲像勇士的利箭，互相攻击。遐个攻击的话语，就亲像炭火的高温，互人真恶忍受。朝圣者相信，上帝也会用安尼来惩罚因。朝圣者感觉家己若像住伫混恶和睦的人中间，命运悲惨，所以求上帝，望上帝会通答应伊的恳求。伫旅程中，当朝圣者举目看见群山环视，伊问家己：我的帮助对倒位来？随时就有人呼应：我的帮助对上主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主。这刻遐引的声音，正做朝圣者旅途中的喜乐歌。迄望着上帝所发出的颂赞，
诚侪个人向前行的助力，也诚侪团体信心的保证。迄位创造天地主，袂互人绊倒，也袂拄久，伊是保护者，救人脱离各样灾难，甚至伫各样路程的进出之间，上主拢诚侪朝圣者的保护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1947年，罗先村牧师回应孙雅国宣教师的呼吁，到东部向原住民宣教，要使是踏上一条朝圣的旅程。伫宣教路程中，耶稣风也不过是家常便饭，佮定定拄到的是互鸟鼠仔和草虫咬醒，鼻梁用尽，简单会当受苦摇饿向前进。1953年12月初7，甚至互其他教派信徒控诉封建自由，伫台东地方法院出庭，就亲像朝圣者陷入旅途困境，罗先村牧师简单会通向上仰望，佮寻求上主的帮赞。所以，上主诚做伊的保护者，伫伊的生命旅程中带领伊，互伊结出生命的果子，完成阿米族圣事。伊和朝圣者同款，经历着上主的保护你脱离逐款灾难，伊会保护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，上主会保护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日想，伫朝圣的旅途中，敢简单只有会当头咧咧，看骹步艰难，无法度向前是无？互咱头举悬，仰望做咱帮赞的上主。伫朝圣的旅程中，敢敢若只有会当头咧咧，看骹步艰难，无法度向前是无？互咱头举悬，仰望做咱帮赞的上主。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愿你带领我的骹步，互我伫朝圣的路途中，找到你的保护和力量，互我无落入伫患难爬袂起来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